孝經》，佘潔芳主講。各位聽眾，你哋好，現在係研究《孝經》嘅時候啦。今日係研究《廣志德章》第13，經文係咁講嘅。子曰：君子之教以孝也，非家志而日見之也。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；教以體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；教以臣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。詩云：海體君子，民之父母，非至德，其孰能順民而此其大者乎？呢一章呢，就孔夫子將聖人嘅至德要義呢具體講出嚟啦。孔夫子話：古時大德嘅明君啊，佢以孝治天下嘅道理呢，唔係家家戶戶去教嘅噃，而係舉佢嘅大綱，佢嘅重要，就達到大德敦化嘅效果噶啦。原來佢能夠以身作則，自己孝順父母，尊敬兄長，夫妻又和睦，慈愛啲兒女，人民就自然跟佢效法啦。咁呢個道理呢，就因為一個領導嘅人就好似天上嘅太陽一樣嘅，佢一舉手一投足都係俾人人睇得清清楚楚嘅。所以一個善於領導嘅人係懂得用身教嘅方法嘅，於是人人都俾佢領導嘅大德所感動啦，亦都效法佢啦。所以教人孝順父母啊，盡體道，忠君盡責，就係敬天下為人君、為人父、為人兄長嘅人噶咯。點解咁講呢？原來其實教一個人啊，真係人人都受惠啊。原來一個人呢係身兼五職噶，每一個人都有5種身份嘅。嗱，原來啊，我哋每個人都係處於領導或者被領導嘅地位。嗱，好似一間公司嘅經理咁講啦吓，上就有上司，下就有下屬嘅。喺家庭裏邊呢，既為人子女，又做人嘅父母。乜我哋又係做人阿哥阿姐，但係又係人嘅細佬妹啊！唔係人嘅丈夫就人妻子噶啦，四海之內都皆係朋友。所以做領袖嘅人，敬一個人就係敬天下嘅人，就係呢個道理咯。啊，好似孔夫子啊，引《詩經》嘅回著篇呢，就嚟讚美話啦，佢一個和藹嘅君子，教人盡忠盡孝，天下升平，國祚綿長，就不在話下啦。咁呢個就係聖王以孝治天下嘅大德敦化咯。所以天下嘅人就愛之如父母，養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人心人民。咁若果唔係至德嘅偉大，又點能夠使到天下嘅人民個個都心服口服到咁呢？喺呢一章書裏邊啊，就啟發咗我哋了解到仁者無敵，真係千古不易嘅道理噶。再反觀下以力服人嘅效果又如何呢？咁以下就有則故事記載喺《古文觀止》嘅。話說啊，孔夫子有一日就帶埋一班弟子呢，就經過泰山嘅側邊，見到有一個婦人就喺墳墓嗰度呢，就喊得好淒涼。夫子就聽到佢係有重重嘅憂慮噶，所以就使佢嘅弟子子路呢，就去問。咁就問呢個婦人啦，佢話：婦人啊，點解你喊得咁淒涼啊？你呢啲咁嘅哭聲呢，係有重重憂慮嘅噃，係唔係呢？咁呢個婦人就話：係啊係啊，因為以前呢，我家公就俾隻老虎食咗，咁啊冇幾耐呢，我丈夫又俾隻老虎擔咗去死咗咯。而家我個仔又俾隻老虎食埋。哎呀，咁做咩你唔嚟去呢度啊？呢度深山野嶺有老虎嘅，你早早就要走啦。點解你仲唔走呢？咁，唉，佢話我都知，但係老虎雖然可怕，但係苛政更加可怕。呢度係無苛政啊！咁孔夫子聽到之後呢，就非常之感慨啦。佢就對一班弟子咁講啊，佢話：你哋小子啊，學生啊，你哋聽住啦，聽住啦，苛政係猛於虎嘅。咁
由以上嘅故事啊，就好明顯咁樣分別出嚟啦。原來仁政同苛政嘅分別，一個呢就得到民財，一種就係得到民心嘅。兩者比較之下，究竟孰利孰害呢？一想就知啦。乜在國係如是咯噃，乜在家又如何呢？有一個家庭，你想得到幸福，都必須要互相尊重、互相信任、上下一心。你話其樂何如呢？但係我哋發覺到好多家庭，雖然係6個人啫，但係就好似6個國家一樣，成日戰爭嘅，成日嘈嘈閉閉，成日嗌交。點解呢？咁夫婦嘅不和，父子嘅兄弟完全都冇晒親情嘅。原來個原因啊，就係互相唔尊重、唔信任咯。只係一味講錢，喺利益方面着想，就使到親情如冰炭啦。真係人生嘅悲劇嚟噶，又點會享受到人間嘅溫暖呢？講到呢一度，我又想起一個故事啦。話說有一個陳伯，佢太太死咗，辛辛苦苦養大3個仔，因為成日都出去揾錢嘅緣故呢，所以父子之間就好少講話嘅。及至到3個仔結埋婚啦，個個都搬開住啦，成年都唔見一次噶。有病就冇人嚟，生死都冇人知，唯有自怨自艾啦。咁啊，有一個姓張嘅朋友咧，就教佢一個方法嘞噃。佢話嗱，咁就得噶啦。咁佢話，咁於是咧就託人分頭通知3個仔，就話啦：近日我精神好差，唔知幾時死噶，但係我仲有筆錢放喺銀行嗰度，驚住死咗就冇人知啊。睇下你邊個仔孝順我，我就將遺產交俾佢啦。咁。哇！3個仔同我啲新抱聽到之後，個個發晒矛，殷勤服侍，請飲茶啦，陪食飯啦，洗衫煮飯啦，老爺前老爺後，阿爹前阿爹後。好啦，咁啊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，有日陳伯就真係將近死啦，就叫晒啲仔仔息息就埋嚟床前就吩咐咯。話咧，我條保險箱鎖匙啊喺阿張叔度，你哋將我風光大葬之後，大家攞去分咗佢一嚟咁咯。咁於是講完呢，就雙眼一閉，雙腳一撐去咗啦。咁啊，幾兄弟就果然聽話，就將阿陳伯就風光大葬之後呢，就去張叔住攞鎖匙啦，係嘛？點知打開個夾萬一睇，哇，乜嘢都冇噶，只係有遺書一封，痛責一頓，就話啦：皆因你哋兄弟不孝，唔尊重我，所以只有出此下策，講大話呃你哋。希望你兄弟改過自新，唔好啊使嗰啲孫學你啊，我就死得眼閉咯。咁兄弟就唯有你眼就望我眼，當時嘅心情係點呢？佢自知咯吓。各位聽眾，講到呢一度時間夠啦，再見。